I'm funny, right? What do you know? You're a door. 如果你係老友記 Friends 嘅粉絲，你一定記得 Chandler 嗰啲 get、笨拙反應同埋招牌嘅笑聲。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喺攝影棚嘅笑聲背後，演員 Matthew Perry 其實一直俾痛苦同埋毒癮纏繞。Friends, Lover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 呢本書唔係一本典型嘅明星自傳，而係一封長長嘅求救信，一段赤裸嘅懺悔，亦都係一個男人努力求生、尋找愛同埋寬恕嘅故事。書名入邊嘅 Big Terrible Thing 指嘅就係毒癮。Matthew Perry 喺書入面坦白咁分享咗自己喺青少年開始點樣開始接觸酒精，後來發展成處方藥依賴，一日可以食成55粒止痛藥啊！佢唔止一次出入戒毒中心，唔止一次就嚟死。佢喺2018年腸道破裂，進入昏迷狀態，住咗喺醫院成5個月，做咗14次手術。佢喺書入面唔單止講毒癮，亦都講咗佢好多嘅童年經歷，包括父母早年離婚、對注意力嘅渴求，仲有係成名反而令到佢更加空虛。最諷刺嘅係 Friends 全球爆紅嗰幾年，正正係佢人生最痛苦嗰陣。Matthew 寫咗最令人心痛嘅其中一段，就係佢講 Friends 既係祝福，亦都係詛咒。Chandler 呢個角色為佢帶嚟名氣、財富、無數粉絲嘅愛，但係同時亦都放大咗佢內心嘅空洞。你可能會發現有啲 season 入面 Chandler 瘦到見骨，有時突然之間又膨脹咗。佢坦白承認嗰啲係反映咗佢吸毒、戒毒又再復發嘅循環。佢唔單止喺演出嗰陣努力搞笑，私底下係更加努力咁樣唔俾人發現自己崩潰。書名入邊嘅 Lover 唔單止係浪漫關係，仲包括咗佢一直追求但係又難以維繫嘅愛情。佢承認自己曾經因為自私、怕親密、怕負責任而導致好多關係都無疾而終。佢同 Julia Roberts 朱莉亞羅伯斯短暫拍拖，但係又因為自己自卑而主動分手，驚對方有一日發現佢其實唔夠好。佢對孤獨有種深層嘅恐懼，但係又經常會推開人哋。書入面好多段落，你會覺得佢其實唔係一個明星，而係一個一直都唔知點樣愛自己嘅普通人。雖然書名聽起嚟好沉重，但係 Matthew 寫呢本書唔係想博同情，而係想用自己嘅經歷去幫其他人。佢講到自己喺點樣學習祈禱，點樣喺病床上重新認識信仰同埋友情。佢話如果你掙扎緊，希望你知道你唔係孤單㗎。好遺憾嘅係 Matthew Perry 喺2023年突然之間離世，唔少人都話佢最終都未能完全戰勝呢個 Big Terrible Thing， 但係至少佢喺最後佢選擇真誠咁樣講出佢一生嘅掙扎，用分享自己故事嘅形式，希望帶嚟理解同埋共鳴。如果你對心理健康、毒癮、戒毒呢啲課題有興趣，或者想更加了解一個喜劇明星背後嘅黑暗面，Friends,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 呢本書真係好值得你睇，尤其係有聲書嘅版本，係由 Matthew Perry 親自朗讀嘅，聽佢親口講出自己嘅傷痛，同你講我經歷過，但係我都仲喺度。